各位老師、嘉賓、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陳漢平。今日好榮幸能夠參與這場具備意義嘅五四青年節分享會。我一直深信，青少年不只是未來嘅主人翁，便是當下改變世界嘅力量。五四精神提倡嘅係愛國、進步、民主、科學。但係今天嘅語境下，我更想與大家分享四個字：自主、責任。冇錯，係呢四個字：自主、責任。喺我多年嘅教學過程中，我接觸過好多嘅學生，有啲係天資聰敏嘅，有啲默默努力嘅，亦都有一啲對自己缺乏信心嘅，但係只係肯為自己負責，主動學習，改變就會悄悄發生啦。我記得有一位學生，數學成績一直都唔合格㗎，但係佢有一個特點，唔怕問問題。每次下課嗰陣時呢，佢就問：Sir， 點解我又係錯呢一條嘅？就係咁樣，佢從唔合格考到心儀嘅中學。俾掌聲！大家，你哋呢唔係唔聰明喎，只係你哋唔夠堅持。同學們，你哋今日擁有知識資源，也有選擇自由，但係最重要嘅係你選擇為自己嘅人生負責。你要選擇為自己嘅人生負責。在呢一個嘅資訊爆發年代，最難嘅唔係知識，最難嘅唔係取得知識，而係堅持努力，分別方向，守住初心。真正嘅勇敢係感到恐懼嗰陣時，仍然選擇前行。你可以唔完美，但係唔可以唔努力。你可以失敗，但係唔可以唔試。五四精神唔係只係歷史，而係提醒我哋每一代青年都有責任，都有可以創造嘅價值。係每一代嘅青年都有責任，都可以創造呢個價值。最後送俾大家我最鍾意嘅一句話：你可以係一束光，即使微弱，也足以照亮黑暗嘅角落。你可以係一束光，即使微弱，也足以照亮黑暗角落。你哋每一位都可以成為呢一樣嘅一束光。記住，你哋係一束光，一束光係光，OK？ 好啦，多謝大家。